Hello，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 Pat 啦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我嘅營養早餐。首先，我哋會準備一杯400毫升嘅 East Wing 水啦。咁然後我就會加一包營養早餐 Body Kit。之後我會額外加植物蛋白素。仲有益生菌、膳食纖維、綜合營養 Double X， 同埋魚油。之後將呢個營養搖勻佢。Cheers！ 你都跟我一樣，一齊食營養早餐啦！